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2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看万科啊，这个万科啊，又收到了来自深圳地铁的关爱。5月21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深铁集团向公司提供42亿元借款及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也就是2025年2月21号啊，这个万科披露关于深铁集团向公司提供42亿元借款及关联交易的公告。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拟向公司提供借款，也就是股东借款啊，大股东啊给上市公司借款，借款金额不超过42亿元。对于本次42亿元借款的增信安排，约定初始由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万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万科公寓管理有限公司这3家公司啊，提供保证担保，也就是万科下面的3家子公司的担保，并在未来3个月内，万科需在取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提供不超过价值60亿元的万物云的股票啊进行质押。那如果通过了呢，解除3家担保主体的保证担保。如果没有通过呢，那你还得找这个相应的资产来进行抵押或者质押。那么现在这个万科公告啊说啊，已经收到了深铁集团提供了42亿元的借款，这3家子公司啊也提供了信用保证。那么在未来3个月，万科就要在股东大会上讨论这个关联交易。首先啊，说明这个作为大股东啊，深圳地铁也是啊使出了吃奶的劲啊，那是真金白银的掏钱来帮万科啊渡过难关。第二个就是万科对大股东这个借款，他也得提供担保，提供质押物，这个对万科来说也是考验呢。万科还能找到这样的抵押物吗？大家有没有发现，他这个按照媒体报道啊，他是要用60亿元的万物云的股票作为抵押物，他借的是42亿，60亿的股票来抵押，那就质押率啊70%。这个炒过股的人都知道啊，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率一般是50%。也就是比如说你手上有1个亿的股票，你押给银行，银行只能借给你5000万，质押率是50%。一般的啊，他这个你看70%，相当于杠杆是不是给的更高啊？质押率更高吗？换句话说啊，拿着60亿万物云的股票，如果押给银行的话，万科只能拿到30亿的贷款。假设银行要的话啊，银行可能不要，那要的话只能拿到30亿。但是万科通过跟大股东结婚呢，把这押给大股东，他能拿到42亿，这不是就是现金流多了吗？第三个啊，如果大股东给万科借钱都需要抵押质押的话，那实际上就说明万科啊，这个想走出泥潭啊非常难，因为他往后是叫押无可押，就没有东西抵押了，没有财产了，都抵出去了，对吧？所有能换钱的、能抵押的都押出去了，拿回来钱就还债了。完了之后债还没还完，那怎么办呢？本来指着卖房子，但是房子又卖不掉，那也就是说，那你作为大股东啊，深圳地铁，你能不能在就是没有任何抵押物的情况下，你给万科借钱，敢不敢？如果没有抵押物啊，万一万科以后破产，那你这大股东借的这个钱啊，没有抵押物的这钱就是普通财产。这2天那个重庆的叫金科股份破产重整，大家也看到了啊，对吧？1470亿的债权打1折啊，对吧？100万只能给你10几万、11万。深圳地铁敢把这个大头的钱这么玩吗？所以咱们反过来想啊，那就是万科你能借了多少钱，全凭万科自己还有多少资产，拿这个资产给大股东抵押，稍微那个质押率稍微高一点，能多借一点，但是你得有东西押给人家。所以从这一点我来判断啊，这万科往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了，因为他能拿来抵押质押的东西一定是越来越少。所以咱们说来说去啊，只有韭菜能救万科啊，韭菜拿着7大姑8大姨的钱去买房子，万科它就得救了。当然了，现在啊有地方政府啊也在收除万科的房子。你看中国房地产报道啊，杭州安居集团完成万科75套房屋收购，一次买了万科75套房子，这个也算是对万科的一个帮助了啊，实打实的。5月20日，杭州市安居集团完成万科河宇关联府
2栋房屋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标志着杭州市本级首个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项目落地，杭州市收存转保工作进入新阶段。你看，第一单就是万科啊，万科的2栋楼，75套房子，杭州一把买下。此次收购万科河宇关联府2栋房屋，位于拱墅区运河新城板块，已于2023年交付，现状毛坯，共17层75套房，户型为2室，单套面积50到60平米，总建筑面积4152平米。房屋收购后将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预计年底投入使用。市安居集团将结合运河新城板块产业特点，发挥安居临潮品牌优势，坚持高标准装修、高水平运营，定位面向中高端白领的服务公寓，打造收存转保样板项目。他这个说实话啊，杭州的安居集团第一单就说的是万科的这2个楼，你看啊，它都是2室，面积50到60平米，毛坯，而且关键是这2栋正好。所以也符合这个地方政府收储的标准。他把收储以后，他把2个楼一封闭，然后做成保障性的出租房，往对外租啊，就是变成公寓啊。这个正好这样的项目正好符合这个收储的条件。问题是万科那么的项目，有几个符合这种条件的呢？也就是正好这2栋楼它都没卖。如果这2栋楼里面啊插花呢，这儿卖几套，那儿卖了几套，下面卖几套，你这个政府就没法收。政府收的时候它不好管理啊。因为政府收了之后，他是要做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他要这个封闭起来便于管理，所以他就要求你最好你这1栋楼或者2栋楼或者5栋楼都没卖，这是一个。第二个，最好你这户型都是小户型，好出租，而且啊，你还得位置不要太偏，你偏了人家也不租。所以说啊，符合这种条件的也不多，所以你指着这个政府来收储解决万科的难题，这个显然也不现实。最终啊，万科要渡过难关，只能靠韭菜。另外啊，这个媒体他也没有报道杭州啊，他收购这2栋楼花了多少钱，这万科到底是赚了钱呢，还是赔了钱，是几折收的，这他没有公布啊。所以这2栋楼被杭州方面安居集团给他收了之后，也只能说是杯水车薪吧。我们再看啊，澎湃新闻报道，2025年全国首个单盘破100亿的豪宅项目诞生。5月21日，位于上海黄浦区的豪宅项目上海1号院3批次迎来线下开盘，单日实现销售额40.25亿元，64套房源全部售罄。公开信息显示，上海1号院于去年8月首次开盘，33套房源单日售罄。今年1月其第2次开盘，单日去化率超过96%。本次是3批次，那是日光啊，一开盘就没了。该项目年内累计销售额108亿元，成为2025年全国首个单盘破100亿的项目。一共是64套房，卖了40亿，每一套啊平均大概5000多万，不到6000万啊，不到7000万呢。这什么概念？这都是谁买了？这再一次说明啊，叫朱门酒肉臭啊，路有冻死骨啊。你看这种均价7000万的房子，一开盘就没了，40套没了。小韭菜看中的房子70、80万的，都抠搜搜的，抖抖嗦的，对吧？不敢买，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再看啊，昨天咱们节目介绍的那个南京啊，也有个项目啊，是中海的央企，它降价销售啊，引起老业主的不满，老业主维权，这个事情还闹得挺大。最近网上好多短视频啊比较多，大家自己可以上网去看啊，也很多媒体在报道。我看这个财联社今天一个报道，他说6折甩货，中海南京3项目割肉清盘，行业龙头为何先降为敬？稳住行业头部位置的中海地产旗下在南京多个楼盘被指以骨折价抛售房源，因此成为市场关注焦点。记者了解到，近期中海地产在南京的3个主力项目均直降4成，中海观江悦、中海光文澜以及中海河山大幅降价后，已有楼盘几近售罄啊。通过
过这个财联社报道，那就说明你只要降价还是有人买的嘛，那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它一降价降6折，房子就卖完了。也就是说啊，韭菜不是不买房，对吧？韭菜是嫌它房价贵，你只有卖不掉的价格，没有卖不掉的房子。你一降价，你看不就售罄了吗？下面说啊，他说这其中啊，位于江北区的中海观江悦项目因降价幅度过大，引发老业主维权而备受关注。他说我们现在是在做尾盘清盘，是小区最后一部分房源，共200套左右。说现在就是不分楼层户型，都是一口价，均按照均价2.3万元每平米的价格卖，同时带装修并赠送车位。如果不要装修的话，均价2.2万每平米。这个中海观江悦项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公开资料显示啊，该项目2022年首次开盘时，带装修房源销售均价高达3.6万元每平米，此次单价下调到2.3万元每平米，单价下降约1.3万元每平方米，相当于打了6折，总价下降近100万。这个老业主维权啊，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22年谁让你买呢？那恒大可是21年9月份爆的雷啊，你都看不见是吗？你是被谁忽悠了？听了谁的忽悠去买了3万6一平米的房子？你这时候闹事，对吧？人家开发商不降价，开发商不要倒闭吗？人家降价卖房子要回笼资金啊，不回笼资金他债怎么还呢？啊，你说你是恒大爆雷以前买的，那你还说我不知道，对吧？所以说啊，这个可怜之人啊，必有其可恨之处。恒大的爆雷了，还在那儿醉生梦死。就像现在这个，你看现在行情这么差，这么危险，对吧？大家都觉得这个房地产还没稳住，不依然有人在那吹吗？房吹要买房，房价要涨，财富自由，买了之后明年后年再卖就翻1倍，就跟生了病一样的，不依然在那吹。如果你信了，对吧？如果你信了，就愿赌服输，你不要3年以后价格降了，你又在那儿维权。这个媒体说啊，宣布降价清盘后，该项目吸引了大批购房人。据上述楼盘销售人员介绍，短短几日，该项目已售罄了其中3栋楼。他说我们项目是现房，降价后客户很多，最近几天已经卖了100多套，现在剩余房源还有几十套。现在这么个情况啊，他一打折6折，一下就卖了100多套，2万2一平米。好了，等到他年底他卖1万5一平米，那你现在买的这人也别闹事，对吧？你也别在这儿也要维权，你为什么现在买呢？愿赌服输，对吧？你现在买肯定认为现在便宜啊，到底了你买，对吧？2万2你觉得可以，因为它开盘价3万6啊，现在卖2万2，你占便宜了。等到了年底卖1万6，卖1万5，对吧？你可不能闹事啊，不能维权呐。这个财联社说啊，不过该项目降价热销的同时，也引发了老业主们展开维权。该项目另一位项目置业顾问告诉记者，因降价引发观江悦老业主维权，项目也被相关部门约谈。由于老业主维权，清盘活动也许只能持续3天。他说，后续可能因为舆论压力再回到3万元每平方米的单价。上述置业顾问称，那也就剩下的还有几十套啊，卖不掉了，3万以上谁买呢？那卖不掉他能不卖吗？所以说等到年底或者明年这个稍微松动一点的时候，他又要降价卖，降得更狠。这些第一批买的、第二批买的又来维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中海观江悦，位于栖霞区的中海光温蓝也在打折进行清盘，也就是中海的项目都在打折啊，央企都扛不住啊。毕竟不能哪个企业都像万科一样的有个好爸爸，对吧？要给他借钱救他，对吧？你还得自己想办法，所以他就打折卖房是最合适的，把钱赶紧拿回来还贷款。中海光温蓝推出的是项目最后100多套房源，单价为2.4万元每平米，带装修，户型包括100平、110平。一位置业顾问告诉记者说，本次打折就是想把楼盘全部清掉，说本次卖完后就没有房源销售了。据其介绍，该项目2022年开盘入市，均价为3.6万元每平米，此次降到2.4万元每平米，也是相当于打了6折。而中海位于江宁区的中海河山项目打折力度更大。据该楼盘置业顾问介绍，项目在售房源均价降至1.7万元每平米，并带装修。据了解，中海河山2022年开盘销售均价3万元左右，此次降到1.7万元，价格几乎是腰斩。你看，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卖不掉的价格。打折之后，项目卖得非常快，这2天几乎已经清盘，目前只剩下1套未售出。置业顾问说啊，由于河山这个项目价格降得很低，加上在售套数也比较少，因此这几天很快就卖完了。值得关注的是，中海此次在南京打折，价格几乎是贴着地价在卖，利润空间被
被极大压缩，也就是拿地价格多少，它就相当于拿地价格上面卖，它就基本上不赚钱。为什么这么干呢？回笼资金。我倒是觉得中海非常聪明啊，人家在这个现在还有韭菜愿意掏钱买的时候，赶紧降价卖，把最后一批刚需房给它割了，对吧？后面你降价晚的啊，你降价慢的那些国企，你再降价卖不掉了，人家已买了，对吧？就现在还能有钱买房的韭菜是少啊，人家先割，一下就直接降到底，割了再说。你看啊，这个关江粤地块，2021年36亿元拿得，平均楼面价超过2.1万元，他现在卖2.3万，你说他赚什么钱呢？哎，他那个拿地这个楼面价就是2.1万，他现在卖2.3万，就相当于比成本恐怕还要低，因为他管理费啊，对吧？那个建设加上这个融资成本，那应该赔钱呐，绝对是赔钱。那个中海河山也一样啊，他那个卖价比那个地价就贵2000一平米。那么中海地产前述3个南京项目为何要在市场上以如此低的骨折价清盘呢？一家房产机构不愿具名的分析师向记者表示，原因之一是南京二手房取消限售，引发二手房挂牌量激增，当地部分板块在低位徘徊背景下，部分区域市场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使得二手房下行压力增大，并将这种压力传导到新房市场。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二手房越来越多，二手房人家可降价，人家可不管，导致这些地方的新房价格承压。这第二个说，上述分析师告诉记者，项目区域竞品影响，也就是那本地新项目啊又出来了。这些新项目啊是在新规之后拿的地，容积率更低，产品更具竞争力，也就是所谓的第4代住宅，得房率更高。那等这些房子一出来，这个你中海这几个项目你打折你都卖不掉，所以他现在赶紧打折卖啊。说中海3个项目因规划及产项相对这个滞后，购房者对其关注度有所下滑，其只能通过打价格战来实现销售突围。业内人士认为另一个原因是企业战略层面的考量。2024年至今，中海在南京没有加大土地储备，反而是向1线城市重点倾斜资源，其很可能是通过本轮降价以快速实现库存去化，并强化向核心城市资源聚焦。从本质上来看，出现打折现象是局部市场供需阶段性失衡，企业战略调整、产品竞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样的局面下，企业通过降价来快速出现，来去化库存，缓解区域性资金压力。这个中海啊，它不是上市公司吗？它已经公告前4个月公司销售额累计6660亿元，同比下跌19%。也就是你说它不降价能行吗？我认为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这个房价绷不住了，尤其南京取消二手房限售之后啊，那二手房业主他就等不及了，赶紧拿出来卖，能多少钱卖掉就卖，这个南京的房价它就承压。再加上啊，就是咱们一直说的什么第4代住宅，什么好房子，这些东西以后一旦出来了，对以前的那些房子那就降维打击啊，因为得房率高啊，对吧？我买100平的房子，我得房率是120平，外面一个超大阳台。我现在买的房子100平，得房率恐怕，对吧？使用面积只有70平、80平的，再加上这个什么第4代住宅，小区里面各种布局啊更加合理，房子也更加合理，也至少跟那个老房子比起来啊，那不是让人叫焕然一新吗？那谁还买你那老房子呢？所以你看啊，2022年买房的这些人，3万6一平买的，你这现在还算什么呢？现在打击还不算大好吗？你等到明年后年打击才叫大呢。你那房子你现在做20万卖都卖不掉，因为人家买了新房，所以这些人就被套在山顶上。你现在不让开发商降价有什么用呢？你以为开发商愿意降价？不也是被逼的吗？他现在降价还能卖得掉，他现在不降价，过明年后年降价都卖不掉。所以说啊，这些老业主啊，洗税吧，自己承担吧。当然了，他通过维权啊，也可能这个中海啊，象征性的赔点这个什么赔偿呢？恐怕就是物业费，给你免1年物业费，免2年，大概其就这样吧。我估计啊，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你争取啊，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啊，叫一叶知秋。通过南京市场，通过中海可是央企啊，你就知道现在全国的房价到底是什么样子，是要往上涨还是要往下走，对吧？我一直说，除了北京、上海，其他地方的房价那都是往下的概率远远大于往上的。咱们再回到上海啊，这些数字啊，如果大家感兴趣，自己去查。我只是说我的感受啊，媒体报道对吧，都是日光盘，一套房子5000万
7000万，房价大概20万一平。但是你看上海的房价，它虽然涨，新房价格也涨，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权重啊，对吧？这些这个豪宅权重的影响，结果它这个上海的房价涨得还不算多，对吧？那言下之意啊，我理解成就是其他的房子恐怕还在降，就是豪宅价格在涨，上海的啊，然后呢什么外环外的房子恐怕降价的不一定卖得动。哎，这样把两个对吧一平均，所以上海的新房价格温和的在上涨，也就是外环外的房子也可能在拖上海楼市的后腿，还在降价。上海的中产啊，我们说中产，你买得起那7000万的房子吗？不可能的，能买7000万的房子，那都是金字塔塔尖的富豪，对吧？中产也顶多买一套什么改善型的，大几百万啊，能买1000万的那就很厉害了。我想这种房子恐怕还在萎缩，也就是还在降价，它卖不掉。如果这样的房子它也在涨价，那你像上海的房子，新房子涨成什么样，是吧？大家就是我们合理的去分析啊。如果说那个面向中产的房子，就10万一平的房子，或者是8万，对吧？改善型的，如果这些房子也在涨价，那豪宅涨得这么厉害，对吧？那你这个上海的楼市新房都涨成什么样？但事实上不是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面向中产的、改善型的啊，面向的刚需的，比如说外环外的这些新房，恐怕价格都在降，甚至卖不动。我们再看看这个当房东怎么样啊？这个租房市场，这个新浪保险啊，转发一篇报道是泰山财经的，他说什么事呢？他说的是利安人寿重仓写字楼，租赁涉诉金额达8000万元。根据最新披露的2024年年报显示，偏好配置写字楼的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啊，又添与承租人的租赁合同纠纷。截至目前，公司存在3起重大诉讼案件，累计金额超8000万元。这个说的是利安人寿啊，因为他要公布财报的嘛。2024年财报公布之后，大家发现啊，他又把那个承租人给告了，就租他房子的这个利安人寿啊，因为保险公司嘛，他拿了保费之后啊，他的钱要投资啊，他不能存银行，存银行只能放一小部分再放股市。这个保险公司他要分散理财的，那怎么办呢？利安人寿他就是偏好买了写字楼去出租，这也是一种资产配置啊。结果你看看啊，这不就买写字楼不就是当房东吗？现在房东也不好当呢。通过他的财务报表啊，可以看出又添了3起重大诉讼，涉及租金是8000万元。说据悉啊，这3起起诉案件分别发生在南京和重庆两地，其中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22年9月受理首起案件，利安人寿起诉追讨租金、逾期利息等费用合计3000万元。2023年11月，在同一法院受理，诉请被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等1300余万元。第3起案件是2024年3月，由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受理，标的金额3700万余元，包括欠缴租金、违约金等多项费用。3起案件均处于法院执行阶段，这也部分反映说利安人寿近年来在写字楼租赁业务中面临的承租人违约风险有上升趋势。泰山财经记者关注到，超过8000万元房屋租赁纠纷背后是利安人寿资产配置中对写字楼的偏好。财报上，公司投资性房产科目已达数十亿元。受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写字楼市场供需失衡影响，多地写字楼空置率上升，部分项目租金回报不及预期，甚至出现承租人违约情况。同时，根据投资性房产计价方式，企业还要承受公有价值浮动带来的经营压力。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啊，对吧？这个10几个城市啊，1线城市、2线城市写字楼空置率上升，租金下降。你看今天啊，保险公司就把很多承租人给告上法庭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家租了房没钱付房租，租了写字楼没钱付房租，什么概念？那公司肯定破产了。那就从这个也能看出啊，现在经济到底是什么个形势啊？你想啊，这个利安人寿啊，他把房子租给一家公司办公写字楼，一般是要交押金的嘛，对吧？押1付6，有的是押3付6啊。这个写字楼这个比较苛刻啊，反正什么条件都有，一般的就有押金，押3个月付6个月，或者押3个月付1年，或者是押2个月押1个月付3个月的。哎，一般的这个就是行情好的时候啊，写字楼行情好的时候，你只要到点儿，对吧？提前1个月嘛，他也有押金在那儿。到点如果你没付房租，人家就把你赶走了，因为后面人排队等着租呢，谁跟你开玩笑啊？那为什么他能拖3000多万的
租金没给呢？不就是因为到点了，人家说哎缓一缓，没钱给，拖下个月付。哎，这个房东啊，这房子写字楼反正你也租不掉，你只好没办法允许他拖1个月。结果拖了1个月，又拖1个月，又拖1个月。你把他赶走吧，你的房子也租不出去；你不赶他吧，他也没钱给你，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写字楼市场这个出租的压力特别大啊。但凡这个写字楼市场这控制率低啊，这都是人家排队等着租的话，都不可能有人还能欠租金。你欠1天试试看，就把你轰走了，那就说明啊，这个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啊不容乐观，至少是就业那是非常惨。你再想一想啊，南京对吧？央企在那卖房子都是贴地飞行的，就是拿地价那个价格来卖房子，也就是说这活白干了。拿地价格2200一平米，它那个地价是折算的每1平米啊22000，完了它卖是24000，中间就2000块钱差价，那建安成本肯定是覆盖不了，什么利息、管理费，那不是开发商白忙吗？那真是在做雷锋啊，在那做好事啊，结果老业主还有维权。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